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恶徛徛，台语安尼写恶徛徛，凶巴巴恶狠狠，台语就是恶徛徛。啊，恶徛徛嘛会当讲上界界。新冠病毒来到恶徛徛上界界，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00万人为着病毒死亡。伊这个人恶徛徛，而且是恶人先头，怕人的化救人。恶徛徛嘛，互电台的主持人提来形容查甫人强勇猛，讲因的大补丸，查甫的来食恶徛徛，咻咻叫；查某的来食白泡泡又咪咪，白泡泡又咪咪，台语安尼写哦。皮肤又白又嫩，就是白泡泡又咪咪。啊，像这个恶徛徛、上界界、白泡泡又咪咪，都是台语的塔字，主要是要加强语言表达的效果。像摇屁屁、皱巴巴，你穿的这件衫摇屁屁，你嘛好心的用屈斗甲屈的。这个摇屁屁唔是摇尔尔哦，是咧讲真摇真摇，非常的摇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恶徛徛，实在真趣味。